央视新闻头起先，先来看这国军去防处罚是对时代进步开始注重人权。修法是规定，讲这罚卡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休假的时间，军人离开营区，也有暗时9点过，困到的时间拢袂使罚卡。也若是要罚扣薪水，这是袂当超过6个月。 国军拍拼做好政训本务来守护家园，为着强化部队的管理，修正着海空军电罚法和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的立法，初6正式上路。新的罚卡规定，免着士官兵罚卡一天袂当超过2点钟，袂当伫准休假外线束的期间，到暗时9点到过灯早起7点，中昼休困时间拢袂当罚卡。另外，军难航行嘛袂当执行罚卡。为健全军人权益保障制度。 国防部已经完成了陆海空军惩罚法修法以及军人权益事件处理法立法工作，并且经行政院核定，在今年的8月6日正式实行。那用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军队，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做法。国防部表示，讲新法上路了后，国军的惩罚和救济制度会更加符合法治原则。立委嘛肯定部队的人性化管理，更向前一步。我觉得国军这样子的改制应该更人性化。 毕竟现在这个天气，发生太久的话，也容易中暑之类的。另外，这摆修法嘛新增加官兵罚薪水，扣薪水对1个月以上袂当超过半当。专家认为会当帮助部队的管理。应该说，军方的法制是有他的想法哈，但是我们必须回到说，你施以处罚的目的是什么？服从军纪哈，服从军令哈。另外，修法了后的悔过执行办法，除了对悔过式，改做伫指定处所实施悔过教育，嘛新增加后备军人伫教调期间防送悔过，无免列入教调时间。 会不会有侵犯到他权利的状况？这点值得我们思考。而且教招员来自社会，他有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工作。如果加以延长时间的话，这个对他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专家表示，讲对后备军人实施悔过惩罚，确实会当达到协助的作用。但是因为安尼延后改调日期，在这方面会是一个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